喺維港口腔，每一封感謝信背後都係一個暖心嘅故事。今日等我哋一齊翻開呢啲信，聽下顧客同醫生之間嘅真誠對話，俾我哋一齊嚟了解本次感謝信背後嘅醫生賴成文醫生，係精準零失誤嘅操作，定係貼心舒適嘅服務？喺維港口腔賴醫生眼中，答案係兩樣都要。從醫多年，佢一直堅持用技術建立信任，用服務傳遞溫度。因為我真心相信，真正嘅醫療咧，唔只係醫好個病，更有醫好個人。精準嘅操作咧，係我哋專業嘅基本要求嚟嘅，係對病人健康嘅負責。而貼心周到嘅服務咧，係尊重病人嘅感受。咁兩樣夾埋一齊，先可以真正令到病人安心又放心。喺我哋維港口腔咧，我哋唔只要需要做一個好牙醫，更加需要成為一個病人放心交託嘅朋友。我哋引入咗國際級先進數字化設備，譬如 iTero 口腔掃描器、顯微根管治療儀等等，確保每一步操作都精準專業。譬如顯微根管治療咧，可以放大視野，徹底清走啲感染部位，大大咁提高咗治療成功率。技術唔係攞嚟晒嘅，而係為咗俾病人更加安全、更加有效嘅治療方式。